欢迎收听1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诗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经文呢，在约书亚记的6章1到7节。前2天我们大概概览了第6章，而今天呢开始，我们这几天的时间会一段一段的来细读。而今天呢来到的6章的1到7节，我们要来祷告的经文呢，在箴言的16章8节的地方，这里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能很常在规划、计划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但是唯有上帝知道该带我们走哪条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很难让人想到要用什么方法。可能如果我们没看过后面的经文，我们只是单单的看6章一开始的这段经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耶利哥城这么坚固，如今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要来攻打，要来夺得这个迦南地的第一道门户，他们更派人严加看守。这场仗看起来真的很难打，有2道城墙的耶利哥城，如今城门紧闭，他们要怎么样来打这场仗呢？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上帝就对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这些勇士、这些士兵们都交在你的手里，而你要用一种方式，你就先这样去做吧，就是率领这个军队每天绕着城走1周，然后连续6天，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一步步的教导约书亚要怎么做。他说：你要派7个祭司，各拿着这个羊角做的号角，走在这个约柜的前头。来到第7天的时候，你要率领这个军队绕城7周，而那7个祭司要吹着号角，然后呢，他们要吹一声长号。第7天的那一天，你们到时候一听到这个长号啊，都要大声的来呐喊，城墙就会倒塌。那个时候呢，全部的这个军队、士兵们、勇士们就要往这个城里直冲而上。约书亚听完之后，我不知道你听完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打仗的方法吗？如今的台湾在外交国防上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的国家也一直在想要怎么样来装备有这些军备，让台湾的国防能够强大。可是好像没有听过一种方法，就是带着这个兵啊，我们就来绕台湾。也不能讲绕台湾了，因为他绕那个耶利哥城的上帝的心意是最后他的城墙会倒塌，应该说去绕我们这个敌人这个国家的思维这样子。如果有的话，上帝他的方法，在这个已经看似没什么机会进攻的环境，用这个目前更难理解的方法去做。而当他们绕这城的时候，会不会走一走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这些士兵们就拿这个弓箭把他们射死？有没有可能？或是拿石头把他们丢死？有没有可能？或许这都可能是人想得到的危险跟危机。然而人能够想到那战胜的方式吗？在今天的经文，我们清楚的看见约书亚他听完上帝对他的话语，或许是前面累积的经验，也或许在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心里已经很有定见，
如同今天的金句说的，他知道只有耶和华能够指引他的脚步，只有上帝能够指出那一个我们要走的路径。所以他就把祭司们招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其中7个人要拿着号角走在约柜的前头，然后他命令这些军队要开始绕着城走，有这个先头的部队领先，走在上帝约柜的前面。我们看见军队、约书亚、约柜、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总有办法，就在人觉得不可能、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盼望的时候，总是用我们没办法测透的方式带领我们往前行。在疫情的当中，有许多的人面临到生计上的困难，有许多的人因着这些不方便，没有办法实体面对面的与人建立关系。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却将教会带到了媒体的这个空间，带到了这个科技的世界当中。好像我们最近在讲的元宇宙，其实没有人说得准这是什么，甚至对很多人来说，要进入这一个区块的理解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难的，因为或许我们都没有科技的背景。然而许多的商业模式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元宇宙里面发展了，人的心会开始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我们别忘记，唯有上帝指引他的脚步。当我们面对疫情，在虚拟和实体当中挣扎焦虑的时候，这段经文要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就继续的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相信他有他的方法，而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更新，上帝要带领我们在他的方法中看见得胜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很有限，不论是虚拟上面的世界，或者是实体的世界，我们常常是不明白，不完全明白，甚至是无知也未知。然而上帝，你的心意是要你应许成就在愿意参与在这应许计划的儿女当中，也就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使用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来打赢这个耶利哥城，而是你的话语早就已经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们都交在你手里了。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得胜的关键是你的话语，是你的方法。主啊，也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迎取这个应许，凭着信心来等候这应许的应验，也让我们在这等候的时候能够照着主你的话来行动，照着主你的话来面对，不论是疫情，或是在今天即将应该说已经考完试
的这些学生他们未来的道路。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不管如何，上帝一定有办法，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带领你，而我们愿意照着去行吗？一起来努力。我们明天见。